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真罕，昨有民众伫咧台中去到一间连锁冰淇淋店，这店员无细腻，甲这透白漂白水当作是滚水，停互人客啉，害这3个人客送病院，甚至有一个员工无细腻去啉着。这民众讲到目前为止，食物件腹肚幽怨会痛。这食安处接到通报了后，也去到客栈咯。 台中市食安处的人员来到这间大型商场内面的冰品连锁店来稽查，因为这间分店是传出2倍有3个人客和1个员工，无细日去啉到店内透过漂白水。救的过程中，当下就是连呼吸都开始痛，然后呼吸都开始痛了之后，我就问店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现在症状就是喉咙有一点不适，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痛，然后有一点咳嗽、有痰这样，可能是有在灼伤吧。 民众讲日北中昼，伫咧店内点餐点了坐落来，店员捧一杯水来，拄好伊喙打就啉一喙，但后随开始擦擦疼疼，伊向店家来反映，落尾店员陪伊去看医生。除了伊，阁有2个人客有同款的状况，嘛去其他病院看医生。另外，阁一个查某店员同款去啉着，水挂急诊。可能是管理上有疏忽了。听到这样子的情形，感觉怎么样？ 觉得不可思议。透过漂白水，红当作是会当啉的滚水芳上肚，民众拢感觉有够罕古。医生嘛提醒讲，若是无细日去啉着，千万莫催吐，则袂第2摆烧着难熬。若去吐是想要吐，就要随送病院。第一时间千万不要去催吐它，因为它是一个腐蚀性的液体。那如果说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，可以喝一些水或牛奶去稀释。 针对这个事件，业者透过文字回应讲，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解，这是单店店员的疏失，已经主动关心和慰问人客，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，而且配合食安处的稽查。食安处是回应讲，这案已经涉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，除了当场要求业者停业，嘛甲业者移送检调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